昨天下午采收的高丽菜，你看看哦。前两年的台北街巷，糖到卖高丽菜也很卖生。奇怪，一條後生嘅因為會睇街路巷賣菜呢，原來係受到天時唔正常嘅影響，菜價變化大，農民拜託伊等騰數賣高麗菜，伊等講也係好運通。当它菜价跌价到没有利润的时候，其实大盘商不买来卖的这样，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志工帮忙，这是不可能在台北来做成这件事情。那因为志工的帮忙的关系，所以就可以把很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变成义工的方法来进行这样。我所以人對花蓮山體再也鬼差別嘅高麗菜，喺台北街巷變到搶死神樣嘅，很賣上成功嘅上到高路人嘅注意，留錢出來賣。事實上唔單止賣高麗菜，前3日台灣姜馬跌到春末10元，花東小農幾萬公噸辛苦種出來嘅作物等輪嚟賣，自公媒體街路巷乃如去賣姜馬，希望騰數花東農民。農民用盡心力種出的新嘅結晶就唔耐看，一條好人對單純的消費者轉型，喺產銷之間扮演新角色，喺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將會發揮韓國台嘅影響力。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福氣女呢個節目。家下看到個短片，大家有冇知道？家下賣個東西咧，有人度個街路賣高麗菜，你講玻璃菜吼，然後講賣姜馬了條東西，結果好人認同分享大家講下來，你係賣個東西，你係是基本嘅，然後大家來分享個故事，大家來分享你見解。裏邊其實你係好人會館嘅創辦人汪榮敦先生。大家好。簡單哦，你沒有啊？愛黑瑪莎，一下講不出來。沒有，非常歡迎那個執行長來到節目裡面，跟大家來分享很多的故事哈。剛才看到個短片，剛才看到的短片，我好像看到執行長那邊賣菜耶。我其實經常時間是在幫忙賣崩盤的蔬菜，像過去半年有連續時間在賣高麗菜。大家如果記得前一陣時間，其實台灣連續有3個大颱風，是。那颱風走掉之後，農民就一起種菜，結果高麗菜就同時成熟，就大崩盤。是，對，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奇怪，過去一段時間常常看到什麼這個執行長在賣崩盤的菜，所以我們其實今天一開始我們就開門見山聽到一個重點嘛，崩盤的菜。對不對？所以我們可不可以講一下，就是這是什麼樣的狀態會讓你去幫助農民要去賣崩盤的菜？我以前在花蓮負責一個寺廟叫慶修院，就在那個客家村吉安的旁邊這樣。那有一次出去外面演講的時候，在宜蘭那個志工就跟我講說，茄子崩盤1公斤2塊錢。1公斤2塊錢。1公斤2塊錢啊！我因為很愛吃茄子。所以我常常也會自己煮茄子這樣。所以我說1公斤2塊錢，不可能，我沒買過，隨便一把茄子。我問一下，1公斤大概能夠有幾隻茄子？我們一般講是1斤啦。對哈，對。一斤大概有5、6根都有，7、8根都有。1公斤就快要到1倍啊。那個時候聽就覺得說，哇，怎麼這樣？不可能這樣。結果回到花蓮，我去吃早餐，問歐巴桑，歐巴桑說給我看小茄子有比較便宜這樣。然後那天結束的時候，我回到辦公室哈，就是慶修院的時候，我手口袋裡面有750塊，我就告訴我同事說，你去看哈，傍晚了，哪個歐巴桑還在旁邊賣茄子，很可憐，趕快跟他買，讓他早點回家這樣。他去10幾分鐘回來說，300多公斤載不動。你說那個750塊全部拿去買那個茄子，然後300多公斤載不回來。後來我們開車把它載回來以後，就在慶修院裡面，直接就把它擺出來，告訴大家說茄子送給大家吃，不要錢。然後就大家看說不要錢，真的還假的，就陸陸續續拿這樣。對，陸陸續續拿了，就有人說那個廟裡面啊，又說黃老師在做這個事情，不能給他出錢。所以就拿了一個杯子放在那茄子旁邊。對，結果到那一天結束的時候，那個杯子裡面有1500塊。750塊是成本嘛，對不對？所以有1500塊。可是茄子還很多，是
有人丢50块就跑出来讲说你丢太多了，啊，我的成本才2块钱，所以你要拿20公斤，那个人听了都昏倒。对，然后那个茄子量很大，这样。到了第2天，我就跟我们同事讲说，那我们现在1500块啊，这个钱不是我的，我只出了750啊，是，所以你再拿1500块去看市场上的茄子，再把它买回来。是。结果第2天茄子也没有送完，杯子里面的钱每天都变成3000块，所以后来我们就每天到市场去，只要哪一种菜价钱低于5块钱，是，我们就手指头一举，就说买3000块。可是因为1公斤才3块钱或5块钱，对，如果是3块钱，手一指买3000块就买1顿。买1顿，这种感觉很像什么，你知道吗？上次乡亲朋友会讲，你就该芦笋进狗有冇？该龟头拉骨，龟头拉骨该踹有没有？整个，然后你进去想说，那怎么卖得完？1颗1块，对，就那种感觉，对不对？可是事实上神奇的地方在这里哈。你只要进到一个批发市场里面去了，像我们花莲批发市场不像台北那么大，很多的大市场都没有台北那么大，都没有台中或者西螺那么大，所以都是有限的市场。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进去一指说我要买1000公斤，对，我只要一指的那一天下午，那个菜就涨价2块钱到3块钱。因为这个菜市场上是这样哈，就是这个菜感觉上过多，盘商们就会看哇这个菜比较多，于是就手叉腰，这个手叉腰。你也手叉腰，他也手叉腰，我们都不要买，出价买的人就没有啦。是，于是菜价咚咚咚咚就跌下来。这个时候有个胖子啊，对不对？像我这样跑进去，人家买菜是要买葱，要买茄子，要买肉，我们不是，我们只买1种。那这种就买1000公斤。于是那种你只要把它买走。那个本来手叉腰突然看，哇，菜没有了，我就没有菜可以卖。于是他就开始加价买。是，所以这个你买走的菜的农民得到你帮助。可是其他的农民的菜哦，你没有买，可是你却帮他垫高2、3块钱。是，所以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助农的活动。对，所以很特别的助农，其实就是帮助农民，帮助小农。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讲，我们说渔民也好，或是农民也好，其实他们是看天吃饭。有没有？你讲种钩子嘛，吼，种呛菜啊。我们说看天吃饭，有时候一个台风来，可能贵家钩子是很惨，毛太得好。可是我觉得今天有时候听执行长讲很多故事的时候，心里有时候会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大家都要丰收嘛，有没有？我们有时候祈求天都有台风秀，如果他们反而是怕丰收，为什么？一盛产丰收，整个价钱低，太低，该结果很嘛改呢？中盘商就说：“哦，太低了。”我运费都不够，我人力的钱我都不够付，对不对？你讲 Q 你讲1斤2 Q 好嘞，来卖了俺豆，我根本我帮你把它载到都市来卖，我的油钱我都不够，所以我不买。结果你丰收的结果是什么？俺卖，就他东西反而没人买，对，就农民反而完全赚不到钱。我们祈求老天爷说不要台风了，不要下大雨，结果呢，真的下大雨，农民没有收入，丰收的时候呢。农民更惨，也没收入，更惨，所以这不对劲哈。这个不对劲其实是因为市场失灵，对，市场失灵。那如果说你有办法把这个菜送到消费者的手上，消费者用比较合理的价钱来买，大地的丰收，老百姓就可以变成身体的健康嘛。这个情况哦，不只是农产品呢，包括渔产都一样。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快要结束了，青鱼在苏澳港大丰收，结果那个台北的青鱼好低啊，价钱好低。然后到那个渔港去，价钱更低。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客家人的精神拿出来，大家开始把以前做菜干啊、加工的这个做出来，大家的冰箱通通可以变成帮助农民的冰箱。是，台湾没有一个冰箱比妈妈家里冰箱合起来的冰箱大的，没有。是。那不管是高丽菜啦，或任何的丰收，我们如果跟这个季节走在一起，就会变成农民的后盾。对，所以啊，执行长就要在台北卖菜了哈，是不是？所以就是跟小农买了很多菜，因为刚影片就看到，所以开的一辆车把高丽菜都拿到台北的街头，而且很怕警察赶哦，对不对？找个地方就卖菜，无人菜摊一样。我们有一次在那个同学啊，就跟我一起，那个时候是萝卜崩盘，其实每年冬天萝卜价钱都很低这样。那个萝卜价钱很低的时候，我们办一个篮球赛，叫萝卜丝高杯篮球赛，就是赢的人打篮球，把别人打输，输的人就要当志工去把萝卜爆成丝，然后你要负责把萝卜带回家去，这样就办了这个篮球赛。那有一群学生就来帮忙
拍那个照片。对，我说拍照片不需要志工，卖菜需要志工，所以我们就在那个科技大楼、捷运门口说要去卖菜。事实上根本没地方卖啊，然后看那个出租的店就跑到人家门口去卖。那很快，到警察来之前，你可能就是把100箱的高丽菜全部卖掉。萝卜高丽菜，萝卜高丽菜，然后那个早上差不多9点半开始，11点半就结束。那个路过的人都说你们在干嘛？那同学有时候很不耐烦啊，卖菜同学觉得很没面子这样。结果有一些大姐啊，看到他卖菜就说：“哦，你这很了不起啊，这样帮助农民。”所以那个鼓励就让同学们更认真把菜卖掉，一结算。竟然可以卖掉1万多块，于是就有钱再去买一卡车，对，就是刚才你讲的，一卡车，那个一拖拉股那个，是哇，乡亲朋友，其实一行从今天都有聊片，还有东都嘅故事，让大家都分享哈，大家先聊哈，你等下再讲。基本上都是欢迎非观改，几行总那节目地图让大家的分享哈。上一段节目讲到，在科技大楼捷运在外面卖高丽菜跟卖萝卜，然后卖完之后1万多块，是不是？对，那1万多块怎么办？哇，蛮浪 Q，1万多块再回去。跟农民再用那个1万多块跟农民再把他的菜再买过来，那就不得了了。1万多块就可以买2卡车、3卡车或4卡车，所以他就会因为大家的帮忙哈，对，学生们也很乐啊哈。这个是本来是很气，说我要去做高雅的志工啊，带着相机，结果跑去卖那个菜，有些还烂掉。那个学生很饱，他跑回家开他爸爸的那个跑车，然后把高丽菜一整箱放在那个车上，在那个复兴南路上面绕，你知道吗？这个风气，就是都市的人其实对农民的辛苦有感觉，而且产生共鸣。是，你想哦，这个钱菜换成钱，再把菜再上来，更多人上街一起去卖菜，这个都市就被动员起来。是，所以好的运动其实是一个社会运动。是，那卖菜的助农活动其实也是一个这个过程的社会运动。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台大可能会凶，所以应该目的都在黑马改。其实我这样子听执行长讲，目的就2个。第一个，你挺修农民，他因为菜价太低了，他其实。你想想看，真的很悲伤他菜价他菜大丰收，他摆在家里菜会烂掉，没人买，卖也卖不了什么钱。对，那其实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都给宰了2片买，恭喜才会优先啦。可是你卖出去的钱再去买，所以除了帮他把菜给销售出去，对不对？赚的钱是少，没有错，可是至少菜是分享到大家手里。第二个，告诉大家现在菜价崩盘。这是很重要的，对哦。而且在这个过程，好像说台北天龙国，台北人不种菜或者种菜，你知道吗？在那仁爱路口哈，那个空地啊，那个台北市政府准备很好的市民农场给他种菜。可是事实上，那个菜啊，大家一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买菜的人哈，第一个会认为说你亏本，所以你应该卖贵一点是合理的，这样。因为那个菜价崩盘的时候比平常价还低嘛，对，所以你卖贵一点的时候，它还是比平常价还低呀。还有一些太太不是这样啊，她是觉得你在做好事，她是一口气就丢100块，可能拿1颗高丽菜，是。我跟她说你丢100块要拿3颗，那事实上3颗一拿都垂下去。我卖姜的时候也是一样，卖南瓜，然后那个太太就拿100块，我们给她3袋，他说：“你叫我买菜，我就买菜啊，你是好人啊，所以我钱给你。可是你给我三袋姜，我吃不完。然后那个南瓜哈，我也吃不完。我说哈，你看哈，你如果跟人家应酬，请人家是来抽根烟，或者说来吃颗槟榔，就是害人家身体不健康。你下次就很勇敢的说，来分你半颗高丽菜，或给你1个香蕉这样。其实我跟他讲说，你就把它切开，然后大胆的去隔壁邻居敲门，送邻居，大家分享这样，对，就变成一种好人节。是，在台湾南瓜，真的在夏天，像现在南瓜要大上市的时候。我们应该民间自己有一个节庆，这个节庆的日子呢，可能就是这个5月份或6月份，一定要去感谢这一年对你给我帮助的人，那你感谢那个帮助的人是什么？就送他1颗南瓜。执行长，你真的很会讲你这样讲我眼泪都要滴下来了，我都开始想象我5月份要去买南瓜，我要一家一家来送南瓜，又便宜，那所以你看哦，很奇怪，我们客家人庙里面拜拜，对，每次一样，把供都一样。
当季生产什么，我们就带什么去拜拜，是没有错。人家神明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一定你要山珍海味，对，最贵的东西来拜，我都不是。我觉得这个，当然你看这也回到大自然嘛。有时候我们说要吃当季的东西嘛，对不对？水果也是，蔬菜也是嘛。其实渔获也是，你当季盛产什么，那就是当季最丰收、最甜的一种食物嘛。对。所以其实执行长分享还给买菜，用给贵家狗场。当然这中间其实牵扯到很多我们整个产销系统的问题，或是中盘、大盘的问题。对，也要感谢说哈，像不种菜的都会人，如果不理会、不响应。一点都不愿意把你家门口的这个位置借给我卖菜，那我也没地方做。重庆南路有那个面包店啊，对，那个地多贵，然后我们也都没跟人家商量，菜再去放下来就开始鬼吼买菜哦，什么菜崩盘了这样。然后那个北一女、建中学生都会来跟我们一起卖菜啊。我们说当志工的任务要从这一头哈红绿灯的这一边喊到对面的红绿灯听得到，那你才能当志工。是，就这样卖。然后他结束的时候就把人家门口地扫一扫，然后把那个南瓜或者高丽菜，他说谢谢你，不好意思哈，把你那个闹了一天，那就只能这样谢谢。对，人家也没有赶。然后有些警察也蛮有心的哈，平常摊贩都会取缔，看到我们在卖菜，他先是过来了解，他一定要过去了解，他要告诉你你这样子是违规的，有人检举，对不对？但是很多警察其实是乡下来，就像台北人是台北人吗？台北300年前没有人啊，所以谁不是从乡下搬到台北来呢？所以我们跟土地的关系其实是很近的。那个土地的关系一连接起来的时候，台北人应该要想想，以后在台湾农产品崩盘的时候，台北市政府要不要像 U-Bike 一样，把哪些点设立起来，开放给这些农民可以上来，让这个通路新的通路哈，在这个果菜市场的产销失灵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做。当然，我们听执行长这样讲，其实执行长给他走改事情算是通路的一种。好，我们就是如果比较窄的去解释这件事情，对，它这是一种通路的一种。因为你想可以小农来说，第二个起价时差送回买，他根本不合成本，他就干脆把菜放到烂掉，对不对？今天我们这样子做，其实目的很多，也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刚刚说过了，让大家知道菜价的问题，让大家一起来分享，让大家把这个活动集合起来，活络起来。那当然，我知道执行长可以留给走安优改事情，但讲可以买出来听听。其实它有很多附加价值嘛。我们现场就看到啦，酸高丽菜，对不对？高丽菜除了清炒之外，还可以做成这样子的酸高丽菜。对，今年很惨啊，因为是我们去年台湾有连续3次台风，有1万多公顷农民受灾。那政府现在已经比较聪明了，他差不多到11月的时候警告大家说高丽菜种太多，会崩盘。但是到了警告之后就没有动作，那我们还是一样就发动大家哈水饺运动会，对，我去煮水饺给大家吃。很多你的活动很多呢，又水饺运动会，然后我又看到什么江洗饺节，然后一下又蒜头银行，这很酷哎，很多这种活动哎。对，所以水饺运动会是任何人哈，你要替你妈妈祝寿也可以，你要求婚也可以，你只要自己能够凑到1万块，我们就帮你买高丽菜，到你指定的地方煮水饺给大家吃，3000颗。谁包？其实我只有1个人去，对，每次到那里拿菜刀出来在那里切，人家就说你1个人来不及。我说你说我来不及，你为什么不过来帮忙呢？是。所以即使在忠孝东路4段这种地方哦，都有办法拐大家一起来帮忙，拐大家一起。然后呢，可以在差2个小时之内，真的把菜跟肉，然后最后变成水饺，然后给200-300人吃。是，每1个人都是比他去吃午餐的时候至少便宜1半。到只剩下1/3的钱就够他吃一餐。对，等到大家很高兴的把那个大水饺吃到肚子里面去的时候，就告诉他说要还的。要还的，怎么还？还的方法，就是你回你家煮水饺给家人吃，或者炒高丽菜给家人吃，或者你在班上班会课的时候你就举手，说我们班什么时候可以班会也来做水饺运动会。对，就是这样动员的方式。如果说家里的小孩让妈妈讲，妈妈怎么爱你给你一个偏动，当你穿起玻璃锤，妈妈就跟小孩讲说，因为现在高丽菜崩盘，1颗1块钱，所以这几天大家一起吃玻璃锤。对不对？这样那小孩子会抱怨，所以说跟他讲说，因为他吃了好人会馆的水饺要还。要这样讲，情况就不一样。对，还有一些有趣的例子，比如说学生跟我讲说，他想帮忙，或者是上班族说可是没有厨房。对，我们会后来跟他讲说，你只要到自助餐厅哈，大声喊，老板娘有没有炒高丽菜？或者那个到
这个卖面的地方也是一样这样喊的，说老板娘第2天乖乖的他去市场就买高丽菜了。那但是呢，因为去年台风受灾太厉害，所以呢台风来的时候把那个本来要成熟的那个柚子，在它还没有成熟前就打落地上，那个时候很惨哦，全台湾是从台中、彰化、高雄、台南、屏东、花莲、台东都受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酵素，其实就是把大家的钱拿来，然后给农民把那个落果捡起来，切2刀，加上糖蜜，3个月、6个月、8个月以后就变成环境可以用的酵素了。对。那即使这样做呢，那个高丽菜全年丰收到几乎到5月的时候，5月初就是我们到现在价钱都太低，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想一个办法，因为客家人很会做，各种酸菜呀，对，各种腌菜，蒙草，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们与其高丽菜直接这样卖，又因为价钱太崩盘，对，如果把它做成酸高丽菜，它跟酸白菜的价格其实差不多，一包可以卖到150块、120块，这一颗2块、5块，可是你把它加工之后，这一包几乎是1颗高丽菜的1/4做出来，价格差那么多。对，如果这个时候教妈妈来做这个，或者有一些村落来做这个事情，好，那等到这个季节过去，又有这个酸高丽菜来吃，不是很好吗？结果这样想。就开始去学，然后就开始上电视去教大家，好简单，你只要把高丽菜洗过，翻过来，从屁股后面切2刀，抹点盐巴，摆到桶子里面，然后把那个洗澡的热水啊，让它放冷之后，把水带过去，对，就像我们的哈港饮一样把那个石头压在菜上，然后把菜倒回去，2个礼拜、3个礼拜以后就完成了。我发现警长安豆年狗下来去走安豆改事情，现在已经不只是会卖菜我觉得他很快可能要出食谱了，有没有这个很快要出食谱了？其实是这样有一个电台跟我长期做合作，就是我每次去介绍旬菜，就当季要盛产的蔬菜怎么吃啊什么，那个也很多人听那可是我其实是现学现卖，是因为同情农民，发现这个事情，然后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学会这件事情。像我太太胃长期不好，我们在姜崩盘的时候姜太多啊，所以每天自己干脆就吃炒姜丝，什么都给他吃这样。2个月之后姜也卖完了，可是胃也好了。哇，对，因为姜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对。你看唐杰行总讲的故事，其实非常介多，讲唔听，还有嘛个故事，大家先聊下，等下再转来。因为上段节目讲到姜姜妈，对不对？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姜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像姜茶很好喝啊，对不对？然后其实炒菜的时候不用姜妈，它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提味这样子。可是当姜崩盘的时候，听说还弄了一个洗脚节，是不是？像现在姜的价钱其实也算便宜，平常的姜，比如说1斤60块、70块到90块，其实都是合理，因为姜也是1年才一收。那个姜啊，真的崩盘的时候，崩到剩下1公斤6块钱，就是一对像鹿茸这么大的2片。2片那是长得很好的姜这么大，非常漂亮，可以拜用的那一种，可能才6块钱。所以那个姜崩盘的时候，我带文化大学的学生到处去卖姜，还卖不完。农民不管你就把姜寄来了，我一回办公室，哇，又20箱，所以跑去拜拜。是。所以我告诉那个拜托那个菩萨说，我有说要帮农民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能力了，而且好多姜堆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去拔杯，你知道吗？拔杯一直拔，醒杯就跑去告诉主委说，哇，神明说要帮忙，然后就跟他讲说要帮忙，不如我们来发起洗脚运动会，那把姜煮成姜水，帮妈妈洗脚。其实这每年5月份真的是可以做。对。然后有一个朋友就帮妈妈连续做2个月，他妈妈糖尿病，所以脚会肿。他泡了那个姜水之后呢，那个气就是通了，所以那个水肿就消了，这样。那像这样的，就是为了帮农民想出不同的办法，这样。那像现在台湾的香蕉，马上又要崩盘了。那可是你看那么长的时间，因为价钱很贵，农民也被我们期待鼓励去种香蕉嘛，所以等到大家真的去种，价钱又太低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吃，
那不是置农民于死地，也浪费这些香蕉吗？所以好的方法就是这个季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好好享受这个宝岛给我们的礼物。那你可以等到将崩盘的时候，6块钱1斤，然后去买6块钱，帮助农民。可是那个帮助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在去年开始发展一种做法，已经知道失控了，种太多了，数据已经出来了，我们预估它在什么地方会崩盘，然后在它价钱到差不多市场价还合理的上面一点点，比如说1斤15块到20块的时候，我们就号召大家预购香蕉，是或者预购高丽菜，那变成一个护盘部队，是，结果那个那个香蕉，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6月中旬它可能会崩盘，可是我们就招一群人，可能买掉10吨或20吨的香蕉，那什么时候香蕉会送给你呢？就现在40块钱1斤，50块钱1斤，60块钱1斤，大家不用买，你就正常生活就好，大家有钱赚。可是它到了这个批发价掉到大概15块、20块的时候，我们就进场一买1000公斤，是，然后就把那个带走，就延缓它崩盘的发生。是，如果这个事情顺利的话，农民就可以一直在合理价格的这一段，顺利的把香蕉送到大家的手里。是，那如果这一段跌到下面去，装箱的钱不够了，对，采收的运费不够，对，高速公路运费不够，那些东西送不到都市来，都市人吃不到，然后在现场又变成垃圾，造成环境问题。对，大家吃不到好吃的香蕉，严重的事情是那个香蕉又摆在农民那里烂掉。对哈，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现在，比如说马上在进行的，会举行各式各样的香蕉运动会，是，然后也欢迎大家。我在街上卖香蕉来帮我买，是我发起预购，大家来支持，这样不够的。你在你的办公室也可以跑400公尺，你也可以撑杆跳，用你自己的办法来举行你的香蕉运动会。是。那我们这个社会就被动员起来，在香蕉盛产的时候，大家一起回馈这个台湾这个母亲。那赶快来问一下，如果说是讲看电视界乡亲朋友啊，看到一行总安用讲，每次都讲，那如果说对未来的日子里面，一行总会讲用几盘安用改发通的世界，跟安用改自省活动资讯，我们可以从哪里比较容易取得？我们有脸书了哈，好人会馆，所以你只要网络上只要打好人，就会看到我们。宋田哦。打龙扎死喉音，好，对不对？其实也有免术、脸书，对不对？哈，打好人会馆，其实很多资讯都很清楚。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参与好人会馆的活动。包括如果你有家具要捐，一边跟我买香蕉，同时你把换季的家具捐出来，这很重要。这个时候呢，马上7、8月台风就发生了，好人会馆就有家具可以送到灾区，对，这样子呢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连接起来。所以你看这种感觉是，一点都不浪费啊！我从这个地方把菜载过来，然后载过来，再从这个地方把菜卖掉。空车你有捐家具，有冇不下改东西，有冇爱让你不用差档咋个载到咧？便宜哦，有没有？两边这样输送，就建立台湾的物资输送系统，是很好吧？可是我们没有人，是，所以很需要年轻人哈。你如果缺服务时数的有没有？你就可以跟我们联络，礼拜6、礼拜天，跟我们的车子一起去搬家具，或者上街去卖菜。你会对台湾的认识会不一样。对，真的。对，这句话说得好，你对台湾的认识会不一样。有时候你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也没有亲自去感受的时候，你真的很多东西只是你脑中的想象跟听说而已。像那个送家具哈，同时去买那个落果啊、柚子的时候，去的人啊跟志工一看到那个柚子树下满满的都是柚子，像铺地毯一样，那个回来那个心情会很不一样，会很想要帮忙。是。然后送家具到台东去的时候，一看整片的那个屋顶都没了，整片的田啊的那个往事啊，全部都倒掉，农民怎么再开始呢？所以台北人如果能够多做这些事，你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好的蔬菜可以吃啊。你在农民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如果选择袖手旁观，农民的肩膀越来越垂下来。我们很多农民都是老农啊，所以他看到那个连续的台风来之后，以前会很认真想要恢复，现在看一看就懒掉了。因为我恢复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处的那种感觉，然后又很辛苦，一整年这么多的劳力付出，可是最后可能也没有办法有好的收入。所以请大家多帮忙好的运动哈。我们其实是在做都市跟乡间的合作运动，这一边把落果帮忙出钱给他们，直接就把4万块钱给农民，让农民有钱可以把落果做成酵素，是又换成钱，农民看到落果不会那么紧张了。第二个，
预购他下一批种出来的水果或蔬菜，再把4万块钱给农民，告诉他不要掉眼泪，赶快去种。那你种出来不要害怕，我们先帮你买掉一部分。这样子在去年发展出来，就像那个蒜头银行一样，蒜头怎么可以开银行？原来互助就可以去开出一个蒜头银行。你来领的时候，蒜头价钱涨上去，你又占到便宜。可是农民为什么可以便宜卖你？因为你在他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你把钱帮他渡过难关。我们就是在做。我觉得是，然后我觉得也是让农民有合理的收入。对，台价容很合理改，并不是说哦我们要用高价去，或是我们要去哄抬价钱，不是，就是低价或者低价。我们觉得其实你说低价跟他买，他其实也没有办法赚钱，只是让他的损失减少。可是本来就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收入，造成我们不能讲造成，可以希望我们的社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里面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循环。我常常开玩笑讲说，农民从云林、台南啊，载了蒜头到台北市的街上来卖。你看到卖1斤啊，现在是很贵了哈，说4斤卖100块。我常常跟他讲说，我卖的比较贵，我卖50块。但是你如果看到那个卖3斤100块，或者是4斤100块，你要问他中午吃饭了没？晚上睡哪里？那个农民就像你讲的，完全不够他的成本。对，他只是要把它换现金，好让女儿可以去交学费，欠人家的肥料钱可以还给人家。那我们就问他说，哇，你卖4斤100块，隔壁有人卖5斤100块，你要不要卖便宜一点？那我们不是好人，我们只是在砍人家。人家讲的说流血了，流血了。其实这就是好人会馆。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执行长带来这么多的故事。其实执行长做这个事情已经好多年了。你讲到共教、讲到共吗？其实这中间的故事是分享不完的哈。那当然，我们也会问执行长说，你是不是想要在台北有据点？结果基本上节目时间实在是过得太快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后来执行长在台北其实有设一个空间，有一个据点。好，那我觉得这也是跟青少年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城乡差距，让青少年来台北这边有一个地方，然后一个青少年的公益组织，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服务更多的人哈。安庸聊到主题，我们下次再邀请执行长来到这边，好好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主题，再分享更多有趣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年轻人这个部分，我们就留给下次来好好说一下。嘿，不过希望讲乡亲朋友看，你今天个节目是做在对讲，其实对你个唱出来讲，像是台陆家世界，心肝对于一些概念，然后一些感受，做在某强个做法吼，强下来教你好去会馆嘅体育基本嘅，非常感谢全行总，是么？好，乡亲朋友听得下来咧，你有得做认同了。